咁多位大家好啊！最近 YouTube 界真係好多大事發生啊！早幾日先講緊嗰個 Brian 在日本住啊，點樣網上行乞啦？嗱，而家個個都關注緊呢位 Andy 老師啊，講緊啲乜嘢啊？佢經營咗10年啊，成200萬訂閱嘅超級大頻道呢，竟然俾佢女朋友成家人搶走咗啊！佢幾乎一個仙都攞唔返啊！但係最近幾日啊，成個風向大反轉啊！最奇妙嘅事發生咗啊！佢本來重新開設得21萬訂閱嘅頻道呢，短短2日咋，每日增加100萬訂閱啊！你真係冇聽錯啊，係每日100萬個訂閱啊！大家睇下佢而家嘅訂閱數啦，係200幾萬喎，真係破晒全世界嘅紀錄啊！更加驚人嘅係佢呢段片啊，擺咗短短5日咋，已經有1000萬嘅 view 數啊！你冇聽錯啊，係5日有成1000萬嘅 view 數喎！哇，真係點做到噶？單單呢條片啊，佢已經賺咗成30幾萬港紙噶啦，唔止添啊！佢隔籬嗰條片啊，啱啱放噶咋，短短1日有成600萬 views 喎！哇，賺嘅錢呢都不相伯仲噶啦！你以為好誇張啊？更誇張嘅事呢都仲未講添啊！就係佢嘅課金啊！佢有1000萬瀏覽量嗰條片啊，下低係幾乎人人都課金，個個都係好熱心。喂，到底搞乜嘢啊？聽聞佢嘅課金總額啊係有成800萬新台幣啊，換算即係港幣成200萬噶喎，200萬港紙啊，都未計佢2條片賺嘅錢添。而且啊，佢2條片加埋啲課金咧係未停噶，只有更加誇張嘅增長啊！保守估計啊，佢淨係呢幾日啊，已經可以賺成300-400萬港幣喎！哇，誇張到咁啊，真係破晒全世界紀錄噶！到底發生咗咩事，令到呢位台灣嘅 YouTuber 咧，短短幾日之間啊，訂閱數同埋瀏覽量啊、課金啊增長速度咁驚人咁誇張呢？等我同大家一齊探討一下啦。嗱，呢位 Andy 老師咧，係同女朋友嘉玲啊，喺2016年嘅時候啊，一齊經營一條叫做重量級嘅頻道啊，兩個咧拍啲情侶日常搞笑啊、互相整蠱嘅片咁啦，搞搞下咧又搞起咗個台喎。咁大家一定覺得係靚仔靚女啊嘛，梗係多人睇啦。見到鏡頭前面嘅 Andy 老師啊，都幾靚仔啊，嘉玲一定好靚女嘅。你以為啦，個樣係咁噶咋？真係好普通啊，真係普通到唔普通啊！咁嘅樣，淨係喺度擠眉弄眼噶咋，完全談唔上話靚啊！所以啊，單憑呢個嘉玲咁嘅外形呢，佢點可能做到一個100萬 YouTuber 啊？咁大家可以想象到啊，能夠做到一條頻道啊有200萬訂閱啊，一定係條片啊橋段好，影真高質素，整片技術又高，就肯定唔係呢個嘉玲嘅功勞，完全係 Andy 老師啊自己一個人默默耕耘嘅啫。呢一點啊，有100萬 YouTuber 咧就踢爆咗噶啦，因為自從佢哋2024年啊10月分咗手之後啊，佢哋各自開咗條頻道啦。Andy 老師咧係完全繼承咗啊嗰個重量級嘅拍片風格同埋內容噶，所以啊所有嘅功勞一定係阿 Andy 老師噶啦。而呢個嘉玲咧自己開咗條頻道啊，個名都怪怪地嘅，叫蜜月期噗噗，得嗰4條片嘅啫，完全係冇啊重量級嘅風格噶，即係一路以嚟成10年啊，所有嘅功勞咧根本就係完全歸功於呢個 Andy 老師嘅啫。咁到底呢一個啊勞苦功高啊創立100萬頻道嘅 YouTuber， 佢每個月嘅收入咧到底有幾多咧？聽到都嚇親你啦！嗱，照常理咧應該起碼都20幾萬港紙一個月啦。你又想啊，佢每個月啊一開始咧係收3萬新台幣啊，或者係幾多錢港紙啊？7500港紙嘅啫，真係仲少過最低工資啊！你做任何一份工都仲多過佢啊！佢攞住3萬蚊台幣咧，係由18年到19年啊，19年又加人工啊，加幾多啊？由3萬加到5.5萬新台幣咯，即係港紙啊14000-15000蚊到喎。萬幾蚊嘅啫，冇理由噶。一個100萬 YouTuber 照計月薪啊，起碼都20幾萬港紙啦。點解得個萬幾蚊啊？完全俾人食夾棍咯！你鋪啊唔熟唔食啊，食佢夾棍嘅就係阿嘉玲個阿媽，即係嘉玲老母啊！呢個人咧就叫做張媽媽啦，就見到呢個21歲嘅僆仔啊，同自己個女咧搞起咗條頻道喎，一條大水魚嚟噶。於是乎咧就落嘴頭氹佢啦。嗱，你而家收入咁高咧，你要管啲錢噶嘛，要
要交好多稅嘅喎。若然有間公司 back up 你嘅話咧，咁就唔使交咁多稅噶啦。唔怕，你個準外父啊，佢開呢個印刷廠噶嘛，可以有好多咧經營成本啊，係可以扣稅用噶。喂，所以咧交俾我哋開間公司啦，幫你可以咧交少好多稅嘅，由我哋管錢啊，你唔使煩，專心拍片啦。當其時啊，得21歲嘅僆仔啊，冇乜社會經驗啦，加上對方又係準外母啊，咁佢講乜嘢照做啦，仲要俾份合約佢簽喎，個股份分配咧好離譜嘅喎，好唔平等嘅喎。Andy 老師同埋嘉玲咧各佔25%啦，呢位張媽媽竟然佔咗成間公司50%啊，憑乜嘢管下數嘅啫喎，成間公司做起咗都係靠呢個 Andy 老師啊。咁當然 Andy 老師梗係唔係傻噶啦，一來緊張條女啊嘛，俾條女冧到暈暈頓頓啦；二來啦，咁對方準外母啊，無謂反面啦，條數慢慢計噶啦，條數真係慢慢計，仲氹佢話佢年紀細，啲錢咧就唔方有掟使。於是乎每個月固定出糧俾你啦，加所謂嘅少少獎金咧。咁Andy 老師都講過啦，呢10年佢就攞到695萬新台幣嘅咋，係總共接近700萬新台幣喎。只要你篤下計數機你計翻條數真係啱啱好每個月咧5萬幾台幣嘅咋，14500蚊港紙嘅咋。所謂獎金咧就一陣風咁嘅咋，好少嘅咋。但係有8萬 YouTuber 咧已經幫佢哋計過噶啦。其實呢10年佢總收入咧起碼1.5億至5億台幣啊！我當你4億好未啊？即係港幣咧起碼都1億喎，10年賺成1億啊！而呢個 Andy 老師咧每個月只係出翻萬幾蚊港紙嘅啫喎，喂，有冇搞錯啊？好大咬下喎呢個張媽媽。咁而家 Andy 老師咧好似想追翻啲錢，但係唔少 YouTuber 就話啦，點追到啊？嗰份合約咧係你當年自己簽噶嘛，咁既然簽咗啦，而家應該1毫子都追唔翻啦。咁又唔係喎，好多網紅律師咧而家都為Andy 老師出謀獻策話應該追得翻嘅喎，因為由頭到尾最大爭議嘅就係呢個張媽媽點可能有50% 嘅佔股量啊？佢憑乜嘢啊？因為身為頻道兩大頹柱嘅嘉玲同埋 Andy 咧，只係各佔25% 喎。咁呢個張媽媽做咗啲乜嘢咧？可以成為一個不可或缺嘅重要存在先？連律師都咁講啦，其實係打得贏嘅喎，更何況呢個嘉玲全家成為全民公敵啊，根本冇律師夠膽接呢單 case 啦，接咗整臭個朵噶嘛。所以張媽媽咧為咗反駁 Andy 老師所發出嘅所謂聲明咧，根本就唔係律師寫嘅，尤其是最後嗰句話咩保留法律追訴權咧，啲律師都話啦，根本就唔專業噶，刑事案師寫呢句嘢啫嘛，你家陣民事追錢寫呢句嘢咧，根本就係靠嚇啦，完全冇法律效力噶，所以 Andy 老師咧係唔需要驚噶。講到尾呢個嘉玲全家咧全部都係騙子嚟噶，所有嘅嘢都係騙翻嚟嘅，根本就唔需要怕佢哋嘅。所有嘅網民都係一面倒支持 Andy 老師佢哋就話啦，就係因為 Andy 老師太單純先俾呢個張媽媽呃啫嘛，喂，全家都咁假噶，女方一家咧全部都做戲噶。難怪咧，嗰個嘉玲喺2022年咧可以去歐洲嗰度過節啦，Andy只能夠留喺台灣嗰度啊。係啊，嗰陣時爆咗一單咧，嘉玲疑似出軌2022年佢同另外一個男網紅叫做范成章一齊過去歐洲嗰度豪遊喎，淨係留翻Andy 老師喺度喂，有冇搞錯啊？佢攞住啲錢去嘆世界，Andy 老師就喺度捱世界喎。喂，點解大家咁相信 Andy 老師講嘅嘢因為大家都見到Andy 老師係住劏房㗎咋，平時慳飲慳食㗎咋，食杯麵㗎咋。呢個嘉玲平時買包包成身名牌出入啲豪華地方住大屋養番狗佢個妹咧就買一架超級豪華嘅靚跑車佢阿哥直頭攞晒啲錢咧開好多間鋪頭全家豪買豪食豪買豪玩豪住儘管咧 Andy 老師過住咁艱苦嘅日子啦，見到你哋咧住得咁豪玩得咁爽咧，都真誠咁對待佢全家人噶。你睇下自己揸機影張相咧都話請佢哋食飯剩但係你估咧嗰個嘉玲點樣對待 Andy 老師係 cut 走咗 Andy 老師個樣然之後咧喺個 po 文嗰度話係過年自己請阿爸阿媽食飯咁到底邊個揸機嘉玲？
呢個嘉玲真係衰到加零一嘅，佢咁多年嚟啊，當阿 Andy 老師工具人㗎咋，負責幫手拍片諗橋嚟到幫佢賺錢養佢全家㗎咋。所以啊，所有網民都質疑啊，呢個嘉玲咁多年以嚟咧，有冇中意過 Andy 老師啊？根本就係娘娘收兵啊，當人係兵㗎咋。所以咧，不自覺喺唔少片咧透露自己嘅想法同心聲啊，話當 Andy 係工具人啊。所以當 Andy 老師咧花心思去求婚嘅時候咧，講明拒絕啊，當你工具人㗎咋，真係俾個良心你當狗肺啊！可以話嘉玲戰出新世紀啊，當今世上無可比啊！真係全家無賴兼做賊啊！好多民眾都俾佢哋呃。唔少民眾啊，見到呢件事之後咧，挺身而出啊，話過往10年啊，都俾你一家嘉玲啊呃過唔少次啊，佢哋全家根本就係犯案累累，罄竹難書啊！唔少民眾啊，根本就係買佢哋怕㗎咋，因為呢個嘉玲咧係超級大網紅嚟噶嘛，個個啊硬食咗佢哋嗰啲呃騙咧，唔敢出聲啊！家陣聽到 Andy 老師咁講咧，啱啦，大家個小宇宙咧要爆發噶啦，嗰團火咧要發出嚟噶啦。所以咧，唔少民眾啊，就課金再課金啦，就想 Andy 老師咧幫佢哋伸張正義啊，告佢哋啦，告到佢成家人甩褲啦，告到佢哋走唔甩啊，告到佢哋坐監啦。我相信啊，咁多人課金咧，除咗因為想幫阿 Andy 老師咧，最緊要就係呢家人都好乞人憎，大家都一齊喺度課金，唔使旨意可以甩身，一定要俾佢哋一個教訓。咁當然啦，唔少人啊，可能睇咗 Andy 老師10年啊，都感謝佢帶俾大家咧10年以嚟嘅歡樂啊，覺得咧，哇，你乜嘢都得唔到咧，咁我哋俾翻啲錢你啊，因為辛苦晒你啦 ，Andy 老師10年以嚟啊，你花嘅創作同努力咧，係應該得到相應嘅回報噶。善良嘅人係唔應該俾人咁樣欺凌法嘅，所以啊，而家全民咧課金俾你啊，就係告呢一班人渣，嘉玲一家正一人渣，唔可以俾佢哋蝦。你要律師費，我哋俾你花，一定要攞翻你副身家。佢哋當你係傻瓜，你要話俾佢哋聽，我一啲都唔好蝦。咁多年嚟啊，佢恰你嗰啲嘢，全部都係靠客。理得佢嘉玲定張媽媽，佢哋咁多年嚟咧，全部都係造假。成家人啊，根本咧都係騙嘅，全部都係靠客啊，嚇人嘅啫嘛，紙老虎嚟嘅啫，一啲都唔使驚啊。更何況啊，家陣冇律師係咁接佢哋單 case 啊，冇人會幫佢哋噶，佢哋過街老鼠嚟嘅咋。總之咧，場官司啊，佢哋係輸硬噶啦。而家最怕佢哋走佬噶咋，唔好俾佢哋有機會走咗去啊！一定要以快打慢啊，唔可以放過呢啲咁嘅人渣敗類啊！好啦，今日節目嚟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中意我節目嘅話，請大家訂閱、分享、讚好同留言啦。唔該晒，拜拜。